一切的平安来祷告。我们诚心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名求的。我们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读经，我们请贺兆鼎弟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经课第一处在本会旧约圣经33页，创世纪32章22节到31节。旧约圣经33页，创世纪32章22节到31节。他夜间起来，带着2个妻子、2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博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奴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奴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经课第二处在新约圣经本会圣经171页，罗马书9章1到5节。新约圣经171页，罗马书第9章1到5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都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们。以上是今日的经课。接着读经，马太福音第14章13到21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4章13到21节。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现在由诗班来献诗《压伤的芦苇》。现在由伟文牧师来我们正道给予的祝福。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一个机构要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虽然是短短的一点分享，但是我相信也是给我们一些帮助，因为我们从教会的眼光，常常我们只看到自己，我们比较少去看到在教会以外还有一些的机构或单位，他们是在协助跟教会
做一些社区的关怀或是社会的服务的事工。我记得20年前有一对执事的夫妇，他们有一次在分享当中，他说他们要把钱捐给慈济。那我说，为什么要捐给慈济？他说，因为不知道教会在做什么样的社会服务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听了，心里面相当的难过，是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教会机构、基督教的机构有在做社会跟社区的工作，但是我们很少知道。我们也并不晓得他们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好像以为我们基督徒的机构或者是教会没有在做社会的服务或者是社会关怀的工作。所以牧师特别希望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些机构或单位，他们能够来跟大家做一些的说明跟介绍。当然并不是说好像他们来一定我们要给什么，但是我们能够了解说这些机构他们做些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关心，为他们祷告，能够在有需要的地方，我们能够能力有的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帮助到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世界展望会的同工来分享哈。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高雄荣光堂这边来分享台湾世界展望会的事工。那请帮我打开 PPT。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呢，是从我们8月份开始，一直到12月份，我们会来宣广一个女童。因为刚好10月11号是国际女童日，所以我们有个主题就是资助她改变世界的1000个契机。好，下一页。展望会成立呢，是因为在1950年的时候，刚好美国的传教士 Bob Pierce， 他到了中国这边，看到那边战火儿童的状况，他就讲了一句话，他是说：愿让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那各位会友，你们可以思考看看，什么是让上帝心碎的事呢？我们也会跟着一起心碎吗？像我想到就是看到一些弱势家庭儿童，他们可能没有营养的食物吃。或者是像战火的儿童，就是会让我心碎。那我就会来帮他们代祷，也会来宣广他们的一些事工，让更多人能够来知道。那大家会有也可以来思考看看，什么是爱？那我们要怎么去把基督的爱传出去，让更多的弱势家庭能够来了解？好，下一页。所以世界展望会目前已经70年了。那在台湾世界展望会这边呢，今年刚好是已经55年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帮助大概90% 的小朋友，让他们有营养。那每10秒钟就多一个儿童能够有得到干净的水。这个的话是因为在非洲这边呢，平均走6公里的话，小朋友就可以才可以就是拿到干净的水。那女童的功用在那边可能就是用来打水，或者就是她嫁出去能够来换2头牛，她们不能够受教育，不能翻转她们的生命。因此世界展望会在那边有做的工作，就是包含有教育、有水资源、医疗等等的。让这些女生知道自己的权益，以及自己是有价值的，让她们能够去上学，那之后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形成一个很好、一个美好的爱的循环。所以我们想要来帮助女童，在10月11号之前，能够来更多的国内国外的小朋友，能够来翻转他们的生命。好，下一页。因此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全球女童的状况，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们是童工，就是非洲的话写钻石，大家可能有听过，他们要去矿坑做很粗重的工作，或者就是像一些种植咖啡这些的工作，或者是女工等等。那呢，很多的小女孩呢，就很小的时候就是变成一个女童的一个新娘这样子，很小就被嫁出去，无法受教育。那也有2/3的女童呢是文盲的状况，就是无法受教育。那其实之前有看到一个影片，她是一个5岁的女孩，那她就是在叙利亚这边，那叙利亚这边刚好现在都是已经10年的一个内战，因此她都无法去上学，所以也不会像台湾的小朋友，像我的女儿也是5岁，她可能就开始学 ㄅ 或者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去写。那个小朋友他无法受教育，无法去知道怎么去写字，可是他却能辨别炸弹的种类，因为他们那边的战的状况就是每天都听到不同的炸弹声，他可以知道说哦这是什么炸弹，要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可以知道，其实，在台湾我们算是非常的幸福的，像我们的小朋友可能都可以去上一些才艺班，或者都出去玩，或者是看巧虎或小康轩，像我女儿就会看巧虎这些的。可是那些小朋友却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来生活，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更了解世界上的情况，能够我们把基督的爱能够传播出去，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平安。好，下一页。那可以看到，就是世界上各地，比如说亚洲啊、中南美洲、东欧这些的地方，可能都会有面临童工、童婚，或者是人口贩卖，甚至在中南美洲有更严重的，比如说有霸凌，或者是凶杀，或者是女童怀孕这些的状况产生。好，下一页。所以我们有个 slogan， 就是说，当他的英雄，让他成为英雄。我们现在跟我们隔壁的说，当他的英雄。让他成为英雄，对。好，下一页。所以我们在一个计划区呢，我们是10到15年的时间，让这个计划区能够来自立。那在这个计划区当中，我们就会有学校让他们受教育，也有干净的水，也有医疗，能够倡导儿童的这些权益，也有一些生计的发展，比如说养鸡啊或养羊这些的，让这些鸡可以生鸡蛋，然后让他们家里能够有营养，或者羊有羊奶等等的这些方式。而且我们是会跟这个社区来讨论，而不是说长官会说，别的社区这个很成功，你们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重视人的价值，所以我们是希望10到15年的时间自立。你们可以资助这个小朋友，也可以跟他通信。像我资助的小朋友是亚美尼亚，是东欧这边，也是基督徒的国家。那我就是会分享，就是台湾，我之前有送给他一个木头做的台湾的一个钥匙圈这样子，或者就是把我的照片给他这样子，就是常会写信跟他鼓励他，让他知道说他是有价值的。然后赞美他，希望能够好好的上学，能够来翻转自己的生命。那他刚开始画图，可能因为他很小，都是像那个火柴盒那种火柴棒的形状，简单的形状。那现在越来越长大了，也越来越漂亮。那就是画的图就是变得越来越精致，然后写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多，而不是他妈妈代写的内容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他能够了解台湾，有人去爱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美好的连接。好，下一页。所以这个刚刚就提到，就是说展望会呢，帮助的国家有32个国家，有109个计划区，那就是透过每个月700块1对1的帮助这个儿童。那你就是可以想说，一天可以省下一个饮料钱，这700块其实是非常的有价值的。他可以把这个700块做成最大的方式，帮助整个社区能够来自立发展。好，下一页。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育，能够使女童有一个美好的循环，让她知道自己的权益，让她能够上学，也让整个社区能够一起来改变。因此，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影片，大概1分钟，有提到1000个女童。She dreams of a brighter future, where she's allowed to go to school, where she isn't forced to work by age 10 and marry a grown man by 15. Thousands of girls face harsh realities just because they are girls. Child marriage robs children of their childhood, their education, and exposes them to a lifetime of ill health.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millions of young girls are forced to become wives and mothers before they're emotionally or physically ready. Up to 1 in 6 girls are made to get married before the age of 18. That's 15 million child brides every year, which is nearly 3/4 of Australia's population.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When you sponsor a girl, you can give her the education she deserves and help her join more than 8 million children that World Vision helps educate in 60 countries. Join our movement to sponsor 1,000 girls by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Girl and sponsor a child's vision today. 我们就希望能够借由就是宣广，让更多国内或国外的女童能够得到这个帮助，让她们能够自立。好，接下来就是我继续提到国内的部分。请帮我开 PPT。那下一页，国内的话呢，我们是因为国内的经济水准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每个月是2000块，也是1对1的帮助。那目前国内有5万个儿童，就是遍及在台湾每个地方，无论是在都市、海边，或者是偏山上这些地方、偏乡等等，都有我们的工作站或者是我们的办公室。那可以知道，就是
这5万个儿童，其中1/3是原住民的儿童。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借由陪伴或者是带导，就是社工能够陪伴他们。那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就是去一些偏向地方，能够来跟他有一些互动，来传扬主的福音，或者我们跟政府有合作113儿童保护，所以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寄养家庭。那我们也会做一些培训，或者就是当我们在培训这些寄养家庭的时候，能够成为志工来陪伴这些儿童一整天的活动这样子。那我们在8月中的时候也会有一场的寄养家庭的说明会。那会在凤山的行政中心妇幼馆这边，所以也会从早上8点到4点需要有陪伴儿童的这些志工。那如果有青少年啊，或者是大家想要担任志工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来做报名。所以我们在国内工作也是很多，有帮助他们助学，或者是给他们营养这些的，或者是也是生计发展。比如说在偏乡，我们在原住民那边有种红藜呀，或者养鸡，或者是一些有机蔬菜这些的部分。那因为在奉献袋呢，我们那是旧版的，并没有提到国内是2000块。那如果大家有感动，也是可以就是多一个格子，然后去更改，就是要资助国内的儿童。好，下一页。好，下一页。那我先提到几个故事。好，下一页。那第二个故事呢，是在孟加拉这个我们资助的这个女孩，她因为长老会的帮助能够受教育，她在2008年的时候就得到了哲学的硕士。那她没有选择去大的都市去那边去工作，她反而去回到自己的原来的地方，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去那边用比较创意的方法教学来陪伴这些儿童。因为她自己是自立的个案，她把她的这个经验也鼓励这些小朋友能够好好的去读书，能够来翻转他的生命。好，下一页。那这个是国内的一个感人故事。那他目前是在板桥高中担任地理老师。那他就是在45年前的时候呢，也是被长老会帮助。那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他才2岁半。那时候他弟弟才7个月大。那他的妈妈就是在工厂工作，照顾姐姐还有弟弟还有他，就是3个小孩。那因为他跟他姐姐都要面临要上小1要念书了，可是家里真的没有那个经费让他能够来上学。那透过邻居就是转介，让社工去访视他们，能够了解他们家的状况，因此成为我们的受助童。那因为在40-50年前呢，长老会还是受助国，所以美国的他有一个麦克叔叔跟 Lucy 阿姨，就是成为他们的资助人来帮助他。那也常鼓励他，就是一个每个月就是给他10元的美金来资助他这样子。那有一次长老会有举办一个画画的比赛，他得到一个蛮好的奖项，他就写信跟他的麦克叔叔说，就他麦克叔叔很高兴，就寄了一个10元的美金给他。他是有说到是一张10元的美金，那他还亲眼看到那张美金。那刚好他的生日也快到了，所以社工就陪伴他去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生日蛋糕，还有那个时候还很小，大概半个身体大的洋娃娃。他从来在小时候到那个年纪，从来没有吃过生日蛋糕，那也从来没有洋娃娃陪伴他，因此他觉得非常的感动，那是一种爱跟陪伴的感觉。有人是鼓励他、赞美他，知道他是有价值的，还跟他说现在的你不是将来的你，你可以改变创造。那他就非常的感动，而且那洋娃娃陪伴他也一段时间，因为他妈妈常在工厂很忙，因此他常跟这个洋娃娃一起陪伴他睡觉或者伤心的时候能够陪伴他。那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姐姐都提醒他说，我们是不是要来资助长老会的儿童？因此他就资助了一个非洲辛巴威的小朋友，他也因此对辛巴威这个国家更加的了解，也是写信来鼓励他。而且那个辛巴威小朋友也跟他说到，就是因为有这台湾人的资助，让他更了解台湾，因此他觉得他每次工作的时候，如果遇到任何挫折，他心里就会想说，我工作其实有一部分都是来帮助我这个辛巴威的小朋友的，因此他就是遇到挫折还是就是努力的去往前走。因此他到目前已经资助26年了。那这26年来，他其实也得到很多的回馈，就是从他资助的这些儿童身上。所以我觉得资助儿童是一个爱的连结，彼此之间都可以得到基督的爱在当中。好，下一页。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神造着我们，就是造男造女，其实这些女童跟我们都是一样珍贵的，希望能够让天父能够回到他们原本的创造。那其实在国外我们有资助就是32万个
儿童，但是其实目前还有4万个儿童是没有被资助的。因此呢，我是觉得说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都笑得很开心，我看到这个照片，我其实知道，其实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他们的心灵是丰盛的，虽然他们的物质是缺乏的。我们资助儿童可能也会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更多的鼓励，以及会知道说神就是爱，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我们谢谢展望会的同工他们的分享。我常常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你要叫别人来靠近基督的身体有点困难。如果我们有手有脚可以接触到他们的话，所以机构应该就是教会的手跟脚，让他们可以去接触到一些我们接触不到的人，或是很难能够进到教会当中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机构跟教会应该是要有很好的合作的。那愿上帝帮助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跟奉献，还有一些可以需要的资源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帮助到这些有需要的这些的机构，让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些的支持，以至于他们能够做更好的服事跟服务。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笑话跟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听听就好。我们在家庭当中，其实夫妻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沟通要有沟才会有通，所以有时候丈夫跟太太需要常常有机会讲话，但是其实男生不太喜欢女生讲很多的话，所以有时候在婚姻当中，很多人会不喜欢太太讲话。有一天，有2个老男人在喝酒，然后喝酒的当中，有一个人就提到说，他说我跟我太太吵架了，他跟我讲说7天不要跟我讲话，然后另外一个人跟他说很不错啊，那这样你不是又安静了7天吗？这是一个多美好的假期，你可以好好的去享受你的这个安静的时光。结果另外这个喝酒的这个人他说不是，因为今天是第7天到了。那听得懂意思吗？其实他的假期已经要结束了啊。但是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有时候男生虽然不喜欢女生会有一些唠叨，但是女生也是出于关心，也是出于希望能够来改变对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吵架是因为心里的距离远了。你知道在远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原住民区域，他们住在这个山头跟另外一个山头，他们讲话是要用喊的，因为距离是远的。但是你说2个人为什么在这边讲话的时候距离这么近，身体距离这么近，但是为什么还要大声？因为他们的心里的距离是远的，所以必须要用喊的，对方才能够知道。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知道说，当你需要大声吼对方的时候，表示你的心理距离跟他是远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的距离，而不是让2个人虽然是很近的，但是其实心里是远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祷告，愿上帝的话做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帮助。我们一起来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50年前，其实台湾也是很穷的。各位知道，其实刚刚我们的展望会同工在报告的时候，各位知道在台湾有一个东西叫做童养媳，知道吗？有一些小女生，她们小时候就可能要送到别人家里去当童养媳。然后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新妇啊，就是那些人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要去送给别人家，预备要成为那个家庭的媳妇。所以其实我们在早期台湾的女性、台湾的姐妹也是很没有身份跟地位的，是被藐视跟被这个轻视的跟轻忽的一群。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能力的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除了提升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角色以外，其实也要帮助很多人、很多的姐妹，她们能够生命得着改变。曾经有一个美国总统这样说，他说一个国家的强大是看他的女性能够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强盛。所以一个好的母亲能够带领一个家庭，能够来改变一个家庭。当然父亲的角色也是不容
忽视的。所以父亲在孩子们年纪渐长的时候，更需要陪伴在孩子的身边，让孩子们能够走向正确跟稳定的道路。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家庭是要一起共同来经营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家庭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包容、爱跟接纳在当中，不要让家庭成为一个互相伤害的地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一样，前面要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就是最近我发现论坛报有一些的小的这样的一个 PPT 非常好，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跟帮助。刚好昨天我们在有一个小组在聚会的时候，也曾经有人讲到这个部分。有人说为什么我信上帝这么久，为什么我这么敬虔，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我在教会里面担任很多的职务，但是为什么上帝还是没有祝福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好像我们越多服侍上帝，上帝你就应该要越多祝福我。这里提到有一个故事他说要虔诚，但是不要迷信。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反而是迷信，而不是虔诚。我们以为这样是虔诚，其实反而它是一个迷信。我们来看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有一个学生，他信主之后，他非常的热心，他一直投入在教会的事工，什么样的聚会他都参加，什么样的一个服事他都参与，他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的里面。他认为说这样上帝会祝福我。结果后来他发现他的考试成绩不好，然后他的教授也给他很多的施压，你再考不好的话，可能就要2-1要被当了。他反而觉得说这些都是魔鬼的作为，这些都是这个撒旦的攻击，上帝为什么不祝福他？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团契里面侍奉，但是为什么上帝仍然让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是一个不喜乐的基督徒的学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有人会看到基督徒是不喜乐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基督徒应该要有喜乐，可是事实上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不喜乐，甚至那个不喜乐他会怪罪说这是魔鬼的作为，撒旦的攻击，这是恶者的搅扰。但是事实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尽到上帝给我们的那个身份跟角色的本分，以至于我们才会有很多这种想法，认为说好像上帝应该要给我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做一点提醒，就是这些也发生在很多在工作当中的，不是只有学生，有很多人在工作当中，他也会有这个迷信，就是以为说我服事越多，好像我在这个教会站的时间越多，好像这样我就是一个虔诚的人。其实这并不是，他有可能这个看起来像是虔诚，但是其实是一个迷信。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以为说我好像花时间花越多在上帝的身上，好像上帝要越多来祝福我。各位知道在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吃无3杯硬菜，就要上西天”，有听过这个话吗？没有吃不到3把的那个空心菜，就想要往西天去了。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说你看我这个如果敬虔或怎么样，好像我就应该要得到那样的一个报偿。可是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叫做相对等的东西。我说的相对等，就是不是上帝不祝福你，而是上帝要祝福你是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当你忠心的摆上的时候，上帝要在这些事情上来祝福你。所以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区分，什么样叫做迷信，什么样叫做敬虔，在教会的里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从这里面了解到，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很幼稚的去切割自己的一个时间跟时段。这个时间叫做圣洁的，这个时间叫做不圣洁的，这个时间叫做在世上的工作，这个时间是叫做教会的服事。我们有很多时候把它当作说是一个二分法，好像不是圣洁的，好像就是世俗的。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在工作上，我们也在侍奉上帝。我常常举一个很有名的人的例子，各位知道有一个人叫南丁格尔，知道吗？南丁格尔他是一个护士，但是这个护士他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他从来没有去当女传道或是女牧师，他忠心的摆上在他的护士的工作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护士都称为他是护士的鼻祖，他的一生都投入在护士的工作上，所以护士的工作成为他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时候透过你的工作来成为你的呼召，呼召你能够用这个工作来服侍他跟侍奉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一定你要在教会里面担任什么样重要的职务，而是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怎么样用你的工作来侍奉你的上帝。人从你的身上会看到你是不是过着在地上好像在天上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反而是常常是在天上的生活，但是我们过得好像地上的生活一样。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我的工作上，不是区分说圣的跟俗的，除非你的工作是不合法，是不合上帝喜悦的工作，是不讨上帝喜悦的，要不然你应该要把你的工作跟生活当作这也是神圣的一部分。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在礼拜堂做礼拜，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神圣的。第二个，我们常常把成功推给上帝，好像我是服侍上帝、侍奉上帝，上帝应该就要祝福我，好像上帝就应该要把这一切给我，好像上帝就应该要让我考试得100分，好像上帝就应该要给我那个提升那个我的位置，好像上帝就应该要让我得到很多的名利或是福气。其实并不是这样，上帝不是要我们去限定他给我们的方式。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雅各，各位知道吗？雅各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各位，雅各在离开家之前，他得到父亲的祝福，但是父亲祝福他之后，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家财万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无灾无病，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从此我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20-30年不用工作，并没有。雅各被父亲祝福完之后，第一个要碰到的事情就是他要赶快逃命，拿着拐杖出去到别的地方。他没有办法去得到他父亲的有形的产业，但是他的父亲留给他的无形的产业是，当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不用透过他的这些的财产或是他的所有的来赚取，而是他从零开始，上帝给他祝福，以至于他从零开始赚到他自己的第一笔钱，甚至当他20年后回到家乡的时候，他赚的钱还比父亲原本要留给他的要更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成功不是在于说我坐在这里不动，然后上帝就给我了，不是，而是我们要有行动的。你的行动是你仍然要过你正常该过的生活，而不是等上帝从天上掉下礼物来给你。第三个，这也是很重要的，魔鬼会觉得他很委屈，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把不顺利就堆给魔鬼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把一些东西就说这是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搅扰。但是事实上，当然魔鬼会攻击跟搅扰人，但是并不是我们所遇着的都是魔鬼的攻击跟搅扰。如果今天你不努力工作，以至于你的薪水被扣薪了，你今天不努力去上班，你今天没有准时去这个到学校去，结果你的成绩可能不好了，或是你的工作业绩不好了，然后你说这个是魔鬼的攻击，其实那是一个很愚蠢的。我们没有尽上跟负上我们该负的责任跟代价，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那个不顺利好像是魔鬼。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虽然有一些东西是恶者的攻击，但是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任。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份，就应当要为这个身份来负这些的责任。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也许金钱跟这个迷信有一线之隔，或者是它有点不太一样，虽然很像，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去分辨。今天我是不是尽上我的权利？今天我是不是尽上我该尽的本分，去做我应当做的事情？20几年前，那时候台北的文湖线才刚开通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市议员，他就骂他的市长说，是不是文湖线这个会有问题，故障烧掉，是不是因为市长你没有去拜拜，所以这个车才会烧掉，才会坏掉？其实我心里面听了想到，觉得是我们常常是不问苍生，问鬼神。我们并没有去问说，我是不是努力跟认真在我的工作上，我把这些的东西设备把它保养好、整理好。我们反而是去怪那些说这个是不是这个鬼魂啊？是不是没有去拜什么神，所以没有办法有这个平安？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身份跟责任，就是尽忠心摆上，在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上面，做一个好的管理者。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说要管理他所造的一切。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管理好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只有礼拜堂的侍奉才是侍奉上帝。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是在侍奉上帝的。所以你在工作上尽忠心，你在侍奉上帝；你在养育儿女上，你尽忠心，你在侍奉上帝；你在你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上面，你孝敬你的父母，这也是服事上帝。当你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能够用和平、用好的方式去对待别人，你也在侍奉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事不是只有在某一个层面才叫做服事，是你的生活的每一刻，你都在服事的。愿上帝的祝福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看到了一些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看到了些什么？今天我们有世界展望会的这些同工，他们来做分享，他们的英文叫做 World Vision， 就是世界的眼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什么？如果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的话，在第14节的地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来看一下14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这段圣经。好，我们一起念一下14节，一起念来。耶稣出来，看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出来看见了，耶稣看见了什么？耶稣不是窝在家里面，耶稣不是窝在礼拜堂里面，耶稣不是窝在课室里面，耶稣出来，他看见了，他看见有许多的人，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各位，如果看到这段经文的前半段，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人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那个时候被希律王给抓去关起来，甚至他可能要被判刑了。各位，施洗约翰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老师，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但是这个老师被带走了，这个传道人被带走了，这些跟随他的人，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害怕。老师不见了，我们该怎么办？这些带领我们的人不见了，我们该怎么办？耶稣看见了，就怜悯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了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所看见的？当有一些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帮助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在什么样的地方？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诗篇146篇6到10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经文，它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也呼应了今天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我们一起念来。耶和华永远信实可靠，他为受压制的人伸冤，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使被囚的得自由。耶和华叫瞎子看见，扶持被重担所压的人。他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异地的人，看顾孤儿寡妇。他挫败恶人的阴谋诡计，耶和华永远掌权。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只有看到我们灵性的需要，他看到有一些人，这些人他们不单在灵性上有需要，他们也在身体上有需要。这里说，耶和华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上帝给这些有饥饿的人，给他们有食物吃。耶稣看到不是只有在人的灵魂上的需要，他也看到人在身体上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看到有一些人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第一本圣经给他，而是能够再加上一些的食物，让他可以得帮助，可以得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很用心的去传福音，但是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守着的，我们不敢愿意给出去，因为生怕给出去就没有了。其实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很多人他可能觉得我给出去，我可能就没有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上的飞鸟，我们的父尚且养活它，它虽然不种不收，父尚且养活它，何况是我们？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害怕给出去，是因为怕给出去我就没有了。然而上帝的法则却是，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上帝透过这个能够在变化更大的丰富在我们当中。所以当你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纳闷的事情是，耶稣告诉这些的门徒，当门徒告诉他们说天晚了，他们应该要回去了，要不然的话我们没饭给他们吃。16节里面说，耶稣说不用他们去，
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我们听过很多遍，因为这个叫耶稣让5000人吃饱，用5饼2鱼。各位，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我们教会现在目前有150个人。各位，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停了6个月了。各位知道是一个什么活动，知道吗？疫情结束之后，它还是继续停止的。各位知道是什么活动，知道吗？爱宴，对不对？各位，150个人吃饭，吓不吓人啊？吓人啊！我有一次跟一个同工去那个高雄灵粮堂去上课的时候，高雄灵粮堂号称有2000多人，然后我就问他们的干事，我说：“请问一下，你们2000人怎么吃饭？”他说：“牧师啊，我们这里不给饭吃。”我说：“你们不给饭吃，那他们吃什么？”他说：“我们都是让小组自己去运作啊，他们自己就可以找饭吃啊，他们就去订便当，他们就去做这些的工作，他们自己要去订什么，他们自己去处理的。教会不给饭吃。”你知道，我听到我的心里面感觉是：哇，真棒哎！你们可以2000个人同样在一个礼拜堂里面，但是你们可以解决吃饭的问题。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的财务同工应该最清楚，我们每个月我们缴的这些的爱宴的费用，恐怕也造成我们教会一笔蛮大的负担。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2000人吃饭，况且是不容易，在同一个地方吃饭，有5000人要在那里吃饭，怎么得了？各位，如果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叫做腓利，他说什么？他说：“就算20两银子让他们吃，也是吃不饱的。”各位知道20两银子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多少的钱，知道吗？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的一个劳工，他的最低薪资是2万3到2万5左右，他是2/3个月，2/3年的薪资，也就是说，他大概将近8、9个月的薪水。那你要完全的要买这些东西给5000人吃，那是不可能的。这么多的钱还尚且养不活这些的人，我们去哪里找吃的？然而耶稣却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是小组长、是执事的话，你听到这个话，耶稣如果在这里告诉你这个话，你可能会说：“你是起笑啊你疯了吗？我们怎么给人家吃？我们自己都快养不活了，怎么给人家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差了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你看今天的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是，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很多，他们拥有的也不多。各位如果知道他们拥有的东西，就不过就是5个饼2条鱼而已。各位知道5个饼2条鱼代表什么？5个饼如果按照圣经里面来看，它叫做大麦饼。各位知道大麦饼是什么东西，知道吗？过去贫穷的人他们才会吃大麦饼，一般人是吃叫做小麦的磨的面粉，大麦饼是很粗的，所以那个是粗食。然后2条鱼那也是很平常的东西。对这个孩子来讲，他带这个5饼2鱼出去，看起来是有人说这是他的便当，事实上一个孩子也吃不了5饼2鱼。为什么？因为那个量还是算不少的。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他其实吃不了那么多。我想也许有可能是他的妈妈或是他的爸爸告诉他说，你出去的时候除了你自己吃，你也要记得分一些给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看到老师没有东西吃，赶快给他，让他可以有东西吃。不知道，但是对这个孩子来说，他拥有的就只有这些5饼2鱼，要对5000人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你分不到一点点渣的东西。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上帝的作为就在这里很奇妙的去显出来。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见证。10年前，我跟师母我们在东港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在那里做的服事跟工作，就是在那里开设那个课辅班。我们在那里开课辅班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布道所是很辛苦的。虽然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荣光堂，我们的教会很漂亮，各位可能不晓得说，其实服事布道所或是小教会，第一线的传道人都是最辛苦的，因为你光要解决民生问题，
要解决吃饭问题，就是一个极大的难处。每一天有20-30个孩子来到教会里面来上客服班，最大困难的地方倒不是场地的问题，因为场地是租的，所以我们每个月一定都会缴房租的。但是最大的困难是这20-30个人怎么吃饭。有一次我跟我们家师母，我们就把家里面我们唯一有的就是我们其实吃饭也都很简单的，我们大概就是白饭和一些剩菜剩饭。后来我们当然这个比较不好意思，就是给学生吃这些东西。但是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和在一起，然后也倒了一些那个麦片、燕麦片，还有放了一些沙茶酱放在里面，然后弄一弄变成咸粥干梅，然后一大桶，然后放到学生的课室里面，然后我跟孩子们说，牧师吃什么，你们吃什么。所以你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这20-30个孩子们，他们每一个人一个碗，然后我们一人一瓢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的孩子能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饭食。我们在东港的时候，这些孩子们不但接受，而且他们觉得吃得好开心了。我想说，哇，天哪，我又不是厨师，这些东西都是和在一起的，只差我们有说这个像喷一样的东西。可是这些人他们是吃的，而且是很快乐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虽然只有这些剩菜剩饭，但是对这些孩子们来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帮助。真的有一个孩子跟我讲，他说，牧师，我如果没有来你这边吃饭，我没有晚餐可以吃。你可以想见，上帝透过我们家的剩菜剩饭，我们可以养活20-30个孩子每一天在我们家的供应。但是有时候我们反而现在拥有很多，但是却养不活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很多人可能会甚至会抱怨说，为什么今天的饭食这么糟糕，今天的菜这么差。很多人会希望说，我可以更好。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已经够丰富了，上帝给我们已经够多够丰富，只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拿出来跟别人做分享。也许那个只是一个小小碗的一个不甚好吃的、不甚美味的东西，但是对一个需要的人来说，那个就是一个救命的，或是一个让他可以得饱足的一个方式。尼托生这样说，他说，奉献并不是我们牺牲，而是我们被抬举了。上帝抬举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来用奉献来服侍他，用奉献来服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你奉献是牺牲了，其实上帝透过奉献抬举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当你愿意给上帝用的时候，当你愿意给耶稣用的时候，耶稣要透过你所给的这个东西来做更大更美好的事情。5饼2鱼对一个孩子来说，他不过就是他那一天带的便当，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那个是一个救命的食物。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很多人会这样说，他说有人看过说，有的解经说，因为很多人都带便当来，所以后来大家发现说，大家都要吃了，所以大家都把便当拿出来做分享。也许，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如果你自己有便当，你会想跟别人分吗？如果你自己有便当，你只够你自己吃，你会想跟别人分吗？如果你愿意跟别人分你唯一有的便当，那表示什么？那表示你有满满的爱在你的里面，你才愿意给出去。箴言里面说，一块饼大家相安，比吃牛肉大家相争要更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只有一块饼，但是彼此相安，跟我们吃牛排，但是我们彼此相争，更讨上帝的喜悦。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不多，但是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就是上帝来抬举我们。19节，我们来看一下19节，在这里耶稣给我们怎么样的看见？19节，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节经文，一起念来。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耶稣把饼拨开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先递给了门徒，门徒再递给了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其实就是门徒。我们说我们学习效法基督的样式，所以跟随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门徒。而这些人，耶稣首先分给他们，然后再让他们去分给那些的众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给你丰富的时候，当上帝供应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给出去？还是你说我自己都不够吃，我自己守着就好，我不愿意给别人？门徒他们要做一件事情是，他不是马上在这边有东西自己吃了，没有，他还要再递出去给别人的。所以别人会比这些门徒优先吃到。你会说，我是服侍的人，我应该优先吃，并没有。上帝透过这些门徒做一件事情是，透过门徒再去服侍这些的众人。耶稣没有马上就分给其他的人，耶稣递给门徒，门徒再去分给众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透过你，透过我们要来服侍在这世上有需要的人。所以，上帝的爱和恩典并不用排队，没有短缺。但是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成为那个传递的人？19节说，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各位，你要知道一个事情是，服侍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被服侍，而不是要去服侍人。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坐在草地上，我拿到饼跟鱼，我自己吃。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喜欢说我要起来去服侍人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是，耶稣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了众人。所以哥林多前书9章19节，他说要成为仆人。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更多的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召选我们来服侍他，包括我们当中的同工，包括我们当中担任执事的，担任我们的小组长，担任我们的义务传道同工的人。上帝召选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我们是没有人管辖的，但是为了众人的缘故，我们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的是要更多来得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委屈，不要觉得好像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是教会的执事，我是教会的长老，我是教会里面的小组长，好像我应该要得尊荣。其实不是的。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我常常讲一个事情是，请大家再一次的把它 keep 住，就是在教会里面，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上帝透过你，当你在教会里面有这个身份跟角色，是你要去服侍人，而不是人家要来恭维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仆人吗？仆人的服侍，他的权柄是来自于服务。我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这个总务主任，他说，当我去院长室打扫的时候，我叫院长站起来，院长就要站起来。你凭什么可以叫院长站起来？因为我要做事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权柄来自于你的服务，不是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有权柄，而是权柄是来自于你怎么去服侍人。所以成为仆人的角色，虽然没有人管辖，但是我愿意成为这样去服侍人的人。所以成为上帝要重用的工人，必须要经历更大的降卑。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服侍人当中，能够学习更大的降卑。或许我常常讲说，有时候我们给人家馒头，人家不一定给我们馒头，也许给我们丢石头过来，但是你仍然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帝要使用的人，他必要更加的降卑他。所以服侍跟侍奉不是选位置，不是说我今天我希望站在台前，我希望站在明显的角色上面，这个才是服侍。我去排椅子，我去打扫整理，我去做这些的，没有人看到就不是服侍。不是的，你在每一个位置上，你都在服侍上帝。不管你是在台前、在台后、在台上、在台下，你都在服侍上帝。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把我们的服侍观调整，不是因为你今天站在讲台上，你才是伟大的。在我们当中，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里提到说，吃的人除了妇女跟孩子以外，约有5000人。亲爱的弟兄姐妹，5000个人，假设荣光堂现在有5000人在这里，我们怎么样让这5000个人吃饱？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看到这些人的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去供应在人的需要上。所以今天有几个内容我们需要去从经文里面看到的。第一个，给予是看见耶稣所看见的，耶稣看到了什么，是我们要去看见的。如果你要像耶稣那样去爱人，那么你需要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人。
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人，我们也许不一定会用爱的眼光去看，我们觉得就给他东西。我们常常给别人嗟来食，我们常常给别人丢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出于爱的给予。所以给予是要看见耶稣所看见的。你看到耶稣看到了什么？所以看见人的需要，及时的给予祝福，这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别人的需要在哪里？我能够供应的在什么样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所以德瑞莎修女这样说，她说：“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看到别人的需要，也看到自己的责任，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上面。我不是说我们需要像这些机构的同工一样，我们也去做这些的侍奉服侍，去国外去做这些的工作，不一定。但是我们有看到谁的需要，我们看到哪个地方有需要，不是我们指挥别人去做，而是如果可以的话，上帝你呼召我能够这样去做，求上帝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这样的服侍。第二个，我们来看到给予是让上帝有做工的机会。我们常常都说上帝的工作看不到，其实是我们没有给机会让上帝工作。我们要让上帝有工作的机会，让他能够服侍跟服务，让他能够做事情，让我们看到上帝透过5饼2鱼的这样的一个小的东西，让我们看到他工作了，他在这个当中做了许多的事情。施比受更有福，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这样的提醒，施比受更有福。各位知道静思语里面居然也有这句话，可是很多人不晓得静思语这句话是从圣经抄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别人的话，这是你自己家的话，你的上帝告诉你的话，施比受更有福。你要让上帝工作在这当中。有人说这个是我仅有的，然后耶稣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你所有的虽然是不多的，但是上帝要接纳跟悦纳你所给予的。关键在你愿不愿意拿来给上帝，愿不愿意拿来给耶稣。耶稣说拿过来给我，我们会不会愿意把我仅有的拿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让主耶稣工作在这些人的身上？虽然我拥有的不多，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拥有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给耶稣的时候，耶稣要做奇妙的工作。第三个，给予是相信上帝真实的供应。所以这里有个话很好，他说用盼望撒种，用信心施肥，用爱心浇灌，最后将会喜乐的收成。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好像农夫在种地一样，种子种下去，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用信心来施肥，用爱心来浇灌，最后用喜乐来收成。所以如果上帝给你有丰富的时候，牧师要先澄清一个事情是，千万不要觉得你有房有车有好的工作有好的身份有好的这个资源，不要认为它是罪恶。很多人常常觉得说好像圣经里面很反对人有钱，其实并不是的。圣经里面不反对人有钱，而是你怎么样去运用你的金钱。如果上帝给你有更多丰富的时候，你怎么去使用它？不是拿来做自己的需要，而是你能够供应更多人的时候，你能够提升你的服事跟奉献的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上帝的恩典要更多在你的身上工作。所以当上帝给你在金钱上提升的时候，不要只有提升自己的生活的品质，而是要提升我们给予的程度。愿上帝帮助我们。约翰卫斯理说，更多的赚取，更多的储蓄，更多的奉献。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赚取很多，能够更多的储蓄，也更多的能够给予在有需要的地方。最后我们来看，乐意献上手中的5饼2鱼，就能够经历上帝丰盛的奇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上帝要给我们的丰盛的奇迹。最后跟大家讲一个见证，也是10年前我在东港的时候，我跟我们家师母在那里的服事。我们刚办完夏令营，7月的时候我们刚办完夏令营。当然我们教会里面付出很多，我们对10几个孩子我们也有很多的用心。在东港的时候，我跟师母，其实我们在布道所没有什么经费可以来帮助儿童的事工，我们只能够聘老师、请老师，还有请这些的同工、自己的社工能够来投入协助。其实给孩子的很少。有一个长老，教会的长老，他就跟我一起在这个营会里面，然后当发点心的时候，他看到我拿出1罐酸梅，然后
叫学生排一队，然后每一个人的点心就是一人一颗酸梅。你知道那个长老他眼睛瞪得直直的，他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他说：“在我们教会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会学生就只吃那颗酸梅，他就满足了？当然，有的人吃一颗他不满足，他还会来跟我要说：牧师还有没有？我想要再吃一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孩子们没有饼干，没有糖果，他们没有我们所看到那么多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一颗酸梅可以让他得到那一天的满足。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颗酸梅，也可以给别人，让他那一天是满足的。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这样的侍奉你，帮助我们。虽然也许我们拥有的不多，5饼2鱼，但是当我们愿意给你的时候，愿你大大来使用，让许多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谢谢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领受你的恩典，也能够给予有需要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今天，我们来背诵一下今天的金句。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马太福音14章20节，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马太福音14章20节。弟兄姐妹，我们翻开新灵粮诗选第300首，与主合一。我们唱第1节就好。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来领圣餐。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也是我们再一次的反省自己的时候。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假嘎得应”，意思就是我们吃到饱到甚至会吐出来。可是有的人是没东西吃。我很感谢上帝，是上帝让我经历最大的教会，也让我去过最小的教会。当然我并不是要跟大家讨爱，也不是要跟大家说好像牧师有多厉害，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我在卫理公会里面并不是一个人家喜欢的人，因为有很多人说我是一个没有定性的人，因为2-3年就换一个地方，2-3年就换一个地方去服侍跟侍奉。但是我很感谢上帝，是2-3年的时间，让我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学习，不管是在大的教会，在小的教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是很幸福的。有时候我会跟师母讲说，我们在这里是超过我们以前去过的每一个地方。荣光堂给我们很多的丰富，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地方他们是不足的，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帮助。当然牧师不是说你要马上捐钱给哪个机构单位，或是你要奉献，在教会里面有仁爱捐款，所以你要多奉献，并不是这个。
牧师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是，多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拥有的没有比别人少，我们拥有的都很丰富。当然比上不足，因为还有比我们更好，有比我们更丰富的，只是你珍惜了它没有。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拥有的自己有的分给人。我们教会里面卫理公会里面，我们的谢饭歌里面有一句话这么美好，他说自己有的分给人。也许你有的不一定很多，但是你能够有的分给人，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给的人，而不是只有收的人。让我们能够给出去，而不是只有要回来。也许我们过去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委屈，我们都要回来，我们都希望要回来。上帝给我们公义，让我们能够要回来，我们很希望这样。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愁苦，不要再被这些辖制，让我们能够走出去，可以供应在更多需要的地方。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包括你看到教会里也有很多地方需要祷告关心的。哪个地方缺乏，我们就补那个地方。没有钱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哪个地方需要，我就在那个地方补足。如果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事工没有人做，而我有这个能力，求上帝感动我，让我可以服侍在那个地方。不用等人告诉你说，哎呀，某某人，你愿不愿意来服侍？如果你愿意，牧师要鼓励你，你要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要觉得只有传道人才要这个呼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这个呼召。你看到了什么？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荣耀，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呼召你，请你也接受这个呼召。如果你看到教会需要祷告，请你勇敢起来祷告。如果你看到教会里面需要服侍，请你起来服侍。如果你能力有余，你可以奉献，那么请你多为教会奉献，让教会能够有够多的资源，能够供应在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不要做一个苦哈哈的，虽然外表是很丰富，但是心里还是穷苦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丰富跟富足是身体跟心理是一起的。愿上帝祝福我们。等一下我们领餐的时候，我们一样请同工们到台前来协助服侍。那我们一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的防疫的标准，虽然我们可以放松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要请大家来关心我们的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还是会请同工在前面这边来帮大家喷上酒精，然后我们服侍的同工，我们会在这里我们会戴上口罩跟手套，然后来让弟兄姐妹来取饼跟葡萄汁。我们一样沾完之后就吃了，然后就回到位置上来为教会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教会成为一个给出去的，而不是只是都一直要得供应的。我们是能够走出去的，不是只是留在原地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请弟兄姐妹也预备心，为你的教会常常祷告。如果你看到什么缺乏，不是只有骂他，因为你骂他，他不会进步的。希望你能够多关心他，为他祷告，多让你的教会得帮助，你的手可以给他爱的温暖，爱的帮助。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要领这圣餐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领这圣餐，引导我们，让我们来就近到主的圣桌前，我们来领受就蒙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就请预备心，我们来念一段心中仰望文。我们来念这一段就可以，我们一起来念心中仰望文，我们一起念来。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
阿们。好，请我们服侍的同工到台前来，然后请嘉恩也到台前来哈。等一下一样，我们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已经预备好，请我们来到台前来领受饼杯。我们如果已经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成为神的儿女，不管我们是哪一个教会，或是我们哪个族群，都欢迎我们来就近到主的圣桌前，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饼杯。这个饼杯代表的意义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体。愿上帝祝福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领完了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让我们继续的为教会守望祷告，让我们成为教会的守望者，常常为教会守望祷告，让教会因为你的祷告而能够更加的使人得祝福得帮助。愿主耶稣的身体能够成为祝福人的管道，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学习效法耶稣的样式，再把这样的爱给出去。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圣餐的领受，我们也在主里面与基督合为一体，与我们的弟兄姐妹联合为一。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在4楼上面，如果行动上面可以的话，也请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领这个饼杯。
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成为合一的肢体。这个饼杯代表我们不分任何的族群，不分任何的教会宗派，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透过我们彼此的合一，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人与上帝都成为和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边，司前这边。有没有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奉献求恩文。我们一起念来：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与主合一》的第2节。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请今天的司献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我们把从主而来的献给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满有恩典、厚赐丰富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蒙你所赐。感谢主赐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将从主而来的献给你。这是我们诚心所献的，求主悦纳。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我们现在前后左右看一下有没有新朋友？没有。我们欢迎今天到我们当中的展望会的同工们，欢迎你们。请坐。我们现在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四周的人拱手问安。好，谢谢大家。现在来报告教会消息。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圣灵降临后的第9主日，欢迎参加聚会以及在线上聚会的新朋友们，愿上帝赐福给你。为了配合政府防疫的政策，主日爱宴暂停，视后续再视情况来恢复。我们今天感谢世界展望会前来本堂分享转变贫困儿童生命的信息。我们周报内有奉献袋，然后1楼的接待桌有他们义卖的物品，请大家等一下呢，以行动来打造世界的新希望。今天中午12点半，在201教室召开小组长暨执事会议，请小组长跟执事们留步参加。为了预备及开设红本门徒的课程，牧师在每个星期3晚上7点半到9点，在201教室要上新旧约圣经综览的课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礼拜4晚上7点半到9点，查经祷告会要查考雅各书1章19到27节，欢迎一起来查考圣经，并为教会各项事工来守望祷告。制服艺人学院将在9月12号到12月5号开办109年秋季班，目前有189个人报名，请大家为了招生以及开课顺利来代祷。即日起，办公室会接受报名。教会在父亲节主日，就是下个星期，8月9号，
欢迎邀请家中的父亲长辈来参加，教会将致赠给在场出席的父亲一份礼物。教会将于8月30号预备升级典礼及受洗转入礼拜，请为今年毕业升级的青少年来祷告，并且邀请愿意加入本会的慕道者或是愿意转入本会的圣徒报名受洗及转入本会。8月3号到5号，就是明天周一到周三，总共3天是牧家退休会，牧师将放假休息，请为牧师夫妇他们身心灵得以安歇得力来代祷。如果有事的话呢，请电话联络。我想就不要联络牧师了，他已经在放假嘛，哈，我们联络办公室就好了。肢体消息呢，以及新朋友的消息，那我就不再报告了，因为今天时间比较晚一点。那现在，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今生赞美父子生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门。请牧师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家庭、生活上一切蒙恩，让我们常在基督里，基督也常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让我们丰富有余，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给出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请在订阅中为了我们的报告事项需要代祷的人士来祷告。如果你有病痛，或者你觉得忧伤，需要人为你祈祷，欢迎你等一下到前面来，牧师会为你祷告。